本单做工业设计嘅邱振斌4年lang前，因正出口贸易唔景气，开始想讲回家乡口贸事业。因正以改考太子爷，又改考做料理。陆家听我谈论，是学过做胖嘅阿爸，乡下屯亦能睇贸易生意，3度红嘅落户，打造做生态农场，还用做呢自家来节油，研究出嚟各种特别口味嘅胖。主要的胖所使用嘅原料呢，韩国系富区农民生产嘅，除了用青天然屯空间的食材做出好食的胖，而面上嘅屯菜替农民来听数，安尼对大家如果好。蒙沙钓鱼有丰富自然生态嘅农场，就创新应用嘅一群特别的高中生来到山那表立国嘅农场。我们做面包之前的话，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工具。对，那你们桌上放的这个就是刀子。对，现在我们的面包一律用刀子的做分割。再来就是筛网。啲苗栗上面用嘅亚嘅农场，主要係賣雞肉、配嘅胖同 DIY 教學。後生嘅農場主義邱振斌，人才係學工業設計，4年前認真唔建議，佢是想講愛來進家鄉。同家己太子爺同後做出嘅佢天天地要豐沛數年嘅阿爸來好時係來經營亞嘅農場。经营一个农场，你一定要有一个产品嘛，有个东西，有一个特色的东西。那时候就是想说家里会，然后我又很喜欢下厨啊、做菜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从窑烤面包开始做出发。就像我人家退休嘅也好啦，就讲我自家又學到一個做一烘焙糕餅嘅度、麵包嘅度，就想自家嚟結業嘅。教會2年後我來就講，看到一種行業啊，要好見又好見嚇，就轉來也經營。我们只是拉表层的精度，把它拉出来，把光滑面做出来。到后在这滚压的动作，会把气体包进去。这是我们标准的动作。是上面这样子。同样是咩教人哋學生嘅用嚟做面包，主題切愛要亮，面包愛配來好，咩愛要沾掉嘅油。農場都好，準啊嘅啲油就係阿振斌同阿爸爸強下嘅嘅。以前人落木要改錯嚇，古代人油就話我拉設計嚇，家己設計個佢設計好，按我設計本身去結啦嚇，係按嚟結出來。窑的话，它不止烤熟面包、烤下面，还有带一点淡淡的菜香味。有时候还因为你用的不同的木头烧的不同木种，带来出来的香就会有所不一样。我们选定相思树，因为相思树好烧、耐烧，质地也够硬。對呀，做啲做面包，邱振斌會為帶啲人客引來去撈，韓國同大家技術有按到馬嘅生態。雨稍微大一點的話，螃蟹就會跑出來了。對，這是他們的做窩、做棲息的地方。慢慢的可以到時候來。這邊的環境，我覺得怎麼講，很原始嘛，也不是說原始，就是很自然，而不是已經太過商業化。但是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因為在網絡上有看到很多有關這家店的一些介紹，就講說它有那個麵包的 DIY 課程，還可以自己做造型，而且有聽說整間農場都是主人，然後還有他爸爸就是自己親手完成的，所以就覺得這個地方有來的價值。一條對台北來嘅高中生係看苗路前來嘅，同苗路學行校係一下做成年嘅一種方式，經營農場未係按樣。故所到苗路鄉還有一道社會做，個條蛤蟆嘅爸爸看到阿振斌總係把燈3-4片，真見看唔到關。像有時候我爸有時候會開我玩笑，對啊，說我整天往外跑。啊，对，或是整天就是顧的手機呀、電腦啊、平板這邊的顧的，還是他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他們認為說，你拿起機具什麼話才叫工作啊？對啊，你在那些客服服務方面的話，他們就不太了解。嘅想法就商業片無窮樣啊，
吼，来讲个行销怎样来行销，我就搞唔清楚。最主要就讲，也后生人教出来，即係叫咩臉書啦，要乜嘅，嗰度東西叫後生人教呀。我是老人家看唔是，一名唔多哦，所以話後生人真係就老也快做起來。一開始做阿爸啥，總係냠냠，講嚟嘢唔好好做條路。到背面農場有位知名度，將了解到一下後生人嘅經營方法。阿珍並未希望將嚟家鄉做啲位有意義嘅事情，故所寄託呢度小農聽書，留菜地嘅食材用到胖度好。非常好的除虫剂，对那些虫啊，因为知道这菜叶從農場順嘅野球田，就係附近嘅基層種農民經營呢。農民嘅萬五嘅動曉得，接送味道也能到天頭天味，其東西莫要求太高，同其他條天數，其他就唔少少，種出嚟嘅東西愛賣到哪去？你的菜变它做成面包怎么样？因为没有吃过。我爸说有，好不好吃？好吃。我们那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卖出去，然后之后家里就堆了一堆，然后哥哥就有发现，然后哥哥就说要帮我们卖，就是可以帮助到哥哥他们的那个工作，然后也让他们有更多口味，然后可以让他们的客人吃。其作為一條事情，家爸家妹都懂清楚，未見嚟經認同家奶嘅一條做法。一條小農就變得講有一家新嘅事業啦，對一條菜地嘅農民也有一啲好處啦。所以講後生人按嚟做啊，吼，對一地方嘅發展還有希望啦。我是冬天生意轉來，那就是說生意轉來。我們呢就可以幫小孩子，那小孩子他有笑了，我們就很開心。姚振斌出嚟同菜地嘅小農聽書，含接送背去看顧，將以上年係啲老人家，三本意時背去看佢野豆，含個送地位胖本佢野豆。佢希望到青山都烘嘅農場，唔單止品嘢到麵包香，亦會本人感受到按上下嘅熱情。